嘅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我諗起我星期六我朝早知道周明義老師已經離開我哋嗰刻咧，我第一時間諗到嘅就係一班好中意嘅學生，我第一個感覺就係、唉，唔知點算。跟住第二個感覺咧，就係好深切咁樣後悔，我心裏面嘅一個好深切嘅讚賞喺6日而翻嚟，我好想做一個好鄭重嘅讚賞俾周明義老師。喺我諗住有多啲時間，慢慢同佢講。因為我真係要好好咁讚佢，雖然平時我都有就住有一啲嘢其實去讚佢，但係我睇住佢由中4到去過年前我見到嘅周明義老師，我真係覺得佢令到我作為一個老師，作為一個同事，真係好大嘅恩惠。但係已經冇辦法講。不過，我希望借住而家呢一個總會，我相信你天上亦都會聽住同學同我一齊去見證呢一個讚賞。我係中4、中5嘅時候咧，就教出曾明義老師或者用咧，跟住咧我分得叫做 Leo 啦，因為我一路都叫 Leo 嘅。咁我喺中4、中5嘅時候咧，就教 Leo 英文嘅。咁啊，當時其實咧曾老師咧係一般預計學生嘅特質，唔係喺上堂嘅時候都守規矩嘅。咁啊，只係咧就唔係太用心機。嗰2年咧，我都同佢講過唔少次，就話嗰陣時我就叫周明義啦，西門嘅即係上面啲嘢都有睇過。周明義，你唔好嘥咗自己啦。你可以做得到更好嘅，咁啊！但係2年過後啦，放學嗰一日攞到個英文成績，雖然係合格，不過我都埋去同佢講，我再提醒一次，我話如果你出盡力，你絕對唔止呢個成績。咁跟住就Leo 就升咗6，咁我亦都其實接觸嘅機會都唔多，因為其實同學仔都知道嘅老師其實都真係好繁忙。不過我有聽到周明義老師即係 Leo 啦，喺嗰2年中6、中7非常之俾心機去讀好佢嘅預科，跟住佢亦都翻嚟做校友分享，嗰次分享。我亦都聽到眼水濕濕，然後佢翻嚟教書，佢翻嚟教書嘅第1年，我已經見到佢唔係以教書作為一個穩定嘅職業，有好嘅收入而從事呢個行業，而係真係想抱住一種教育學生嘅心，想用佢自己嘅人生經歷可以讓佢嘅師弟有一個更早嘅秉承，俾佢行一條有目標嘅路更加快。接住我同曾老師咧，同Leo咧就一齊就教中4，一班中4、中5、中6一齊共事。呢一班同學仔，佢教通識科，我教英文科。喺個過程裏邊，我哋經歷咗我哋成分享教一班同學仔嘅喜樂同埋悲，或者有陣時係憤怒，因為啲功課做得穩陣，有陣時翻學啲同學仔又翻得唔準時。但係我哋都係開心教住呢一班學生，我哋都係開心睇呢班學生進步。到舊年放學，我哋一時係好緊張，帶住好戰戰兢兢嘅心情去
學考成點，到最後成績理想，我哋兩個都非常之開心。我亦都開心見到，我平時見到呢度嘅學生好好，而呢個會考 DSE 課嘅成績，令我更加覺得佢唔止個學生好，而佢嘅教學方法亦都有成效。所以舊年佢兩班嘅通識嘅成績都係非常之理想。不過我見到呢度冇停咗喺呢一個位置，我喺教室度見到佢，我喺教員室見到佢，我喺電腦房見到佢。我覺得佢仲係比之前我見到佢嘅樣係更加用心，咁佢批我學生叫做更加用心咁去準備佢嗰份筆記。嗰一刻就係搖動到我，我要好好咁讚佢。我心裏邊甚至乎，我覺得余記好有福氣，睇到呢一位老師，余記學生都好有福氣，有呢一位老師去教佢。我自己都有福氣，有呢個同事。雖然我係老師，不過我開始覺得我要向我呢一個學生學習。喺全科學習嗰日，我係今日同阿 Leo 一齊同中一嘅學生去活動嘅。嗰一日佢仍然得嗰個感覺，好努力、好認真咁樣去準備當年嘅工作，翻嚟立刻就問我攞翻我所影咗嘅相，去做好個編輯，去為中一嘅同學去整一個難忘嘅短片。可惜當時未有時間去讚佢，但其實嗰一刻心我已經覺得呢樣嘢真係好好。我知道在而家喺度嘅同學可能同我一樣，都係真常，可能都係有一個同樣嘅遺憾。我見你哋寫嘅心意卡，有啲同學會寫到對唔住，以前啲功課 hea 做，或者對唔住，以前我上堂我冇好專心咁去上，但係原來佢哋個個都知道，真常係一個好好嘅老師。我希望同學仔傷痛之後，你會好似另一個周永年老師。我希望能夠見到你哋能夠控制好你自己嘅傷痛，平復好呢個傷痛之後，你感激曾老師俾你嘅教導。佢平時上堂，佢自己點樣做人，佢點樣教你做人。如果香港要好似曾老師咁樣，我相信語記裏邊跟住會有好多個生命老師嘅出現，但或者都唔需要太過灰心。曾老師離開咗我哋，細心諗下，其實你身邊你預計大家庭裏邊，並唔止一個曾永健老師，都係好用心去教緊你嘅。你會唔會容許仲有另一個遺憾出現？之前你唔可以控制，但將來你絕對可以控制。另一樣最後一樣嘢就係
其實我亦都想勸勉一啲年輕嘅老師，因為周美琪老師係一個年輕嘅老師就走咗，我亦都第三樣嘢諗到嘅，就我哋學校裏邊亦都有一啲年輕老師，其實亦都好努力、好搏命，犧牲自己好多休息嘅時間，自己嘅健康都搞唔好，去揾學生。我喺度亦都希望有關嘅老師保重身體。